無所事事的美好一天。這是第二次我和媽媽又來到這裏，同一度假小屋，同一座森林，而且同樣下着雨。每天媽媽安靜的寫東西，我呢就不停的消滅火星人。說得更精確一點，我一邊玩電動打發時間，一邊想着爸爸，想着他會帶我去的那些地方，還有他燦爛的微笑。媽媽又對着我碎碎念，便再玩電動了。你要無所事事的度過一天嗎？冇錯，我什麼事都不想做，而且也沒什麼事好做的，除了消滅那些火星人。跟上次一樣，媽媽從我的手中沒收了遊戲機。跟上次一樣，媽媽從我的手中沒收了遊戲機。跟上次一樣，我從媽媽藏起來的地方拿走遊戲機，然後出門去。在我推開門的時候，好像全世界的無聊都聚集到這個園子來了。我站在雨中，手中緊握住我的遊戲機，腳踩着爛泥巴裏，眼鏡上沾着水滴，雨沿着我的脖子流了下來。我把遊戲機放進口袋裏，為免弄濕了。我沿着山坡往下走，在路的盡頭，我看見一個佈滿大石頭的池塘。我把那些石頭當成火星人圓圓的頭，一個踩過一個，我想要把它們踩碎。突然間，我的遊戲機跌進池塘裏。不！全世界最慘的悲劇發生了！看我做了什麼傻事！我立刻把手伸進冰冷的水中，想要撈起遊戲機，我幾乎無法呼吸。好了，現在沒了遊戲機，我還可以做什麼？雨滴好像石頭一樣打在我的背上，我是迷失在暴風雨中的一棵樹。就在這個時候，不知道4隻巨大的蝸牛從哪裏來，它們在風雨中前進。這裏有什麼好看的呢？我沮喪地問。哦，有啊，它們回答我。我大膽的伸手摸摸它們的觸角，感覺就像果凍一樣柔軟。接着我走上另一條小路，路上長滿了蘑菇，蘑菇的氣味讓我想起爺爺家的地下室。小時候我把最寶貴的東西都藏在那兒，我幾乎都要忘記了。地底下的寶物透出光亮，讓地面閃閃發光。我把手指插進土壤裏，種子結晶過後土塊、樹根、漿果，各種小東西在我的手底下像螞蟻一樣轉動。在地面下有一個我看不見的迷你世界，但是我可以摸得到。一束束陽光穿過雲層，好像透過一個巨大的漏窗流了下來，模糊了我的視線。我以為聽見了遠處傳來的鼓聲，結果原來只是我自己的心跳聲。我開始奔跑，跑得很飛快，快到滾下了山坡。我躺在山坡下，世界被翻轉過來，所有的事物看起來都像新的一樣，每樣東西都變得好陌生。於是我決定爬上一棵樹，看向很遠的地方，用力吸氣，把肺裏裝滿空氣，像動物一樣喝一口雨水，觀察奇怪的昆蟲。和一隻小鳥說話，跳進一灘水溝，濺得到處都是。執一顆半透明的扁平鵝卵石，透過它看看這個閃閃發亮的世界。為什麼我以前從來沒做過這些事呢？
我全身都濕透了，回到屋子裏，我迅速脫掉身上的衣服，走到鏡子前看着自己。哦，我看見了爸爸，還有他燦爛的微笑。媽媽還是在寫東西，這是第一次我們聆聽着同一片寧靜。哇！你全身裝得跟小豬一樣，快去把自己擦乾淨。媽媽拿着一條毛巾，牽着我走進廚房。我想要緊緊的抱住她，告訴她我在外面看到、感覺到、嘗到、了解到的每一件事情。但是我們什麼也沒做，只是看着彼此互相對望，呼吸着熱巧克力的香氣，就是這樣，而且像是被施了魔法一樣，我們就這樣度過了無所事事的美好一天。